其实一个人最棒就是说找人家的便宜，你找不到多少。比如假如我跟你是朋友，做商人的，我打你的主意，顶多我就拿到你一个人的财产。当你是傻瓜，全部拿过来，只是一个人。但是如果你做人有宗旨的话，每个人跟你来往之后，都心里都希望再跟你交情无限期的继续下去。那么很多其他的朋友，他会找你，自动来找你，钱自动找你，这个才是快，才賺得多。創業第5年，李嘉誠奠下佢成功嘅第一步。呢一年，佢準備付運嘅一批塑膠玩具，訂貨嘅貿易公司臨到最後一刻，突然要求取消訂單。當時李嘉誠並冇要求對方賠償。我實在呢啲貨呢，我現在都好多人客。我呢次嘅損失，我一個先唔開你啦。日後你如果有咩生意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建立更好嘅關係啦。咁呢件事之後呢，我都忘記咗。咁有一日好奇怪嘅，我做塑膠花嘅開始，應該係1956年啩，56、57嘅時候，突然間呢，就有個外國人走嚟我哋度，話某間公司介紹我嚟嘅，佢話你係全香港呢最大嘅塑膠花廠，又話我規模幾大，我都啞口無言。當時我都唔係一間大廠，我一間細廠啊。咁呢，卒之後尾佢哋美國嘅人客嚟到訂咗好多貨，咁訂貨一次訂6個月喎。咁點解？結果我發現原來呢，呢個當時呢間貿易公司嗰個負責人啱啱識咗呢個西人，呢個西人不外亦都係一個另外一間貿易公司嘅高級職員嘅。佢就同佢話到呢，呢個人你同佢交易乜嘢都算得過，即係直情同你講晒，佢能夠我睇佢能夠講嘅好話講晒。咁個理論就係咁樣。就係你呢睇嚟係蝕底嘅事，往往呢變咗非常着數嘅事。美國股市暴跌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7個月以嚟咁我就唔理夜晚幾夜瞓覺都好，朝早一定5點59分一定鬧鐘響，一定起身，又聽收音機啦，播新聞啦，咁就係一日嘅開始啦。咁啊6點幾打波啦，打1個半鐘頭。呢個1個半鐘頭就真係完全屬於我自己。做生意你都要定，打波一樣，做人做生意有高有低。你譬如處着逆境嘅時候，你就要諗下我點樣嚟應付呢？6、7年個時間，最初嘅時候我一樣呢個內心梗有衝擊，哇咁樣嘅情形嚟得咁厲害，但係經過1晚之後呢，我諗一個好簡單嘅道理：如果要攞翻香港，唔需要用到咁樣嘅辦法嚟攞。所以呢，我調轉嚟，我將我多餘嘅資金，我反為係當時係我買咗唔少地產。6、7年嗰個機會呢，我係賺到錢，但唔係話多到呢天文數字嘅。我真係好幸運。第一，我細個我喜歡讀書嘅，所以呢，我未到10歲我就已經入咗中學。我細個嘅時候呢，一路打工，一路睇書之外呢，求學問之外，同埋搶時間搶學問。人家話求學，自己搶學問。冇錢買書去買舊書，而買嘅書呢係買着嗰啲老師教嗰啲高中生嗰啲學生嘅課程。咁樣我變做呢，只要一本詞去，一本嗰啲老師教學生嗰啲課本呢，我就可以自修啦。
所以一路呢，我舊書睇完，我又再去買咗本舊書。所以喺嗰個環境之下，自己一方面為咗個前途，無論嗰個工作係比較低微都好啦，係你細路哥14、15歲識得做咩，但係呢都係盡量使到個工作做得好，自己學問提高。我呢有個性情係咁，我喺邊個行業呢，我中意呢買個行業有關嘅書籍嚟到睇嘅。譬如呢，我做 plastic 嘅時候呢，我係冇攞住當時美國一本幾出名嘅 plastic 嘅 industry 嘅書呢，叫做 Modern Plastic。啊，咁啊內邊好多嘢，每個月出一本，而我差唔多呢，肯坦白嚟講，到個 order 嗰個訂單遠遠多過你能夠 produce 嘅時候呢，差唔多僱工廠嘅時間係20-30%，而好多時間係研究未來應該係點樣做。咁呢個係事實嚟嘅，一直到今日都係。今日各位身處在瞬息萬變嘅社會，應該求知、求創新，加強能力，喺穩健基礎下力求進展。逆境嘅時候呢，你要自己呢問自己嘅條件夠唔夠？當我逆境嘅時候，我認為我夠，因為我勤力，我肯儉，有毅力，我肯求知，肯建立一個船義。長工不測細流，即係唔嫌棄你細嘅河流、細嘅泉水，我都吸引你。如果唔係，點能夠成為長工？就長工呢，點可以能夠成為長工呢？就係你呢咩水嚟到你都可以吸收，你都 welcome。Yeah。所以你做生意，因為我自己呢，當我22歲做生意嘅時候， yeah。我表面係好謙虛，但裏邊好拋嘅，唔係咁好。所以我自己勸誡自己，做個名長工，你要做到長工咁大嘅水呢，你一定要謙虛，一定要吸收其他水嚟。明日呢，認為個世界變遷好大，你唔能夠呢，你今日做一生意做得好好，你就定型呢，就係呢做呢個生意。我不嬲呢有個性格，就係 cash flow 呢，我好留心，所以我要額外嘅資金呢，好多時候我隨時做大個行業，我都有咁嘅機會。個經濟唔好嘅時候，我哋係反為投資多咗嘅一個因素，即係不嬲有準備，即係好嘅時候唔會睇得太好。曳嘅時候，亦都唔會睇得太曳。我就古代有8個字對我好有用嘅，個個座右銘啊，自強不息，同埋呢嗰個厚德載物。呢個人生真係咁，我自強不息嘅，一路唔停嘅，一路唔停，甚至到呢個年齡，有一日我要退休嘅時候，我唔會走去釣魚啊！我喺基金會擺多啲時間，一路做落去。我根本係一個開心嘅人，我自己係一個可以講比較樂觀同埋有奮鬥心嘅人，所以我話8個字啊，自強不息啊，就係厚德載物。咁嗰日朝早呢揸咗車呢，鎖匙嘅時候咧就跌咗一個區，2蚊。2蚊咧，佢啱啱咧停喺大個碌到嘅大個嘅車轆個下低。咁嗰個車只要碌一碌咧，就有條坑渠咧，個2蚊實冇噶啦。咁我咧就踎落去咧，就試下嚟執啦，冇謂嘥嘅。咁
一個印度人嘅空間，佢見到我，佢話：李生你做咩？我話跌咗個區，佢幫我手，執咗2蚊出嚟呢，我就2蚊自己攞起，我就揞100蚊俾佢。咁我個故事嘅原因就點呢？我2蚊呢，如果我唔理佢，一陣車碌一碌就落個坑渠，呢2蚊就喺個世上冇咗噶啦。但係現在呢2蚊我攞翻嚟，嗰100蚊我俾佢唔會冇咗噶嘛，佢一樣可以用得。總之錢呢可以使，但係唔可以浪費。有啲生意你就多錢俾我賺，我都唔肯。人要用金錢之外嘅思想，保留少少嗰個自己值得自傲嘅一點喺你個內心裏邊，人呢就生活得更加有意義。我唔會話因為東方廣場一件事而對中國投資嘅興趣啊、信心啊低落，唔會嘅。多啲了解、多啲理解係有嘅。嚟北京呢度，你既然喺個政治文化呢，你嗰個商業經濟呢，你就要放喺第3位嘅。所以睇中國呢，唔能夠就咁睇一邊。所以呢方面呢，雖然我碰到有啲即係感覺呢，係好似好多唔同嘅麻煩，但係都係呢了解同埋理解。